LED 微波、雷達、人體感應燈管功能測試。微波、雷達、人體感應，採用半鋁半素燈管。有唔同功率嘅光管可供選擇。電源223伏，4尺 T88 瓦 LED 燈管。微波、雷達、人體感應。目視亮燈和熄燈嘅分別。熄燈電流0.019A， 熄燈功率3.5瓦微光，功效0.834 pF。亮燈功率17.87瓦全亮，電流0.082A， 功效0.972 pF。現時時間45秒，國際標準。當有人進入感應區域0至10米範圍時，自動啟動亮燈功能。當人離開感應區域範圍之後，自動延時45秒，微光或熄滅止。LED 微波、雷達、人體感應燈管。特性：微波雷達感應，無開關接觸點，感測距離遠，智能控制，抗干擾能力強。